台语今年长，愈讲愈认长。大家好，滚边。大家我小杰。一万年新年个过啊，迄份时间实在是过甲比上班较紧。上班拢敢若一日敢若一冬咧。啊，毋知影最近吼，大家敢有食一寡青草的物件啦，无论是团圆饭啊，啊无就是讲吼，四修啊，我相信有一寡人吼，拢会开始烦恼吼，伊的身材吼，你的身材吼，敢是会走进去，啊，就开始慢慢咧想讲吼，我爱安怎减肥？你讲到减肥吼，其实吼，平常时你问每一个查某囡仔，可能有8成拢甲你讲伊有在减肥。减肥一直是大家拢在关心的一个议题。你敢会减？你若是要安尼问，我绝对甲你讲无是无可能的。啊，若是讲有认真也无认真，我唔敢甲你保证。我跟你讲，我以早拢感觉吼，我一世人应该是拢唔免减。也毋过自从我开始运动，开始食做侪物件，食做侪物件，我开始腹肚越来越大，伊肉吼炖的速度吼，比我很多速度较紧。所以有当时我嘛是会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咱就会一定会想讲，看有啥物款的撇步会使互咱赶紧瘦落来，还是讲会使赶紧看到效果的。所以咱今日就要甲大家分享一寡减肥方法是网友选出来感觉足有效的。其中咱嘛会补充一寡医生的建议，互大家了解一寡减肥方法的美感。头一个咱要介绍吼，就是168减肥法。168减肥法吼，就是12点钟内底，你就是爱拢无食物件。剩的8点钟，你甲3顿食好了。要16点钟了后吼，身体就会趁这个时阵去分解利能，身躯就会提升伊代谢的速度。其实吼，168这方法真足简单，因为你唔免挑工去降低你爱食的物件，你嘛免去减你的3顿，只是讲吼，你利用在身体代谢的原理来减肥。这对一寡可能你拄下决心要减肥的人来讲，伊可能是一个较简单的条件。不过虽然这个方法简单，伊嘛是足侪美感爱注意的啦。亲像吼对这个减肥方法真有研究的宋燕玲医师，伊都交代哦，你若是甲血糖有相关疾病的人啊，伊都爱去看你敢有在食药啊控制你的血糖。啊，这个药啊敢会甲这个168减肥法有冲突的所在？因为吼你若是无细腻，你可能会去扰乱你身体控制血糖的一寡机制，造成一个歹的效果安尼。啊，第二个吼，咱要介绍的就是加糖食食，意思就是讲吼，咱就是伫食食内底，甲迄糖类的含量甲变较低一点点。比如讲吼，咱一般人咧食食内底吼，糖类的比例爱超过50%。也毋过你也是咧采用加糖食食的人吼，你的糖类的比例会减少到20到25%。啊，两倍一个含量就爱到30到40%，剩的较是利能。其实我嘛用过这个方法。啊，你搁讲你无啥减肥？我就甲你讲有认真讲无？你试过啊？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讲吼，顶悬是讲你的糖分是降一半左右嘛。啊，不过迄个时阵咧，迄个糖量我差不多是拢无食。你是暴力的迄种减肥。结果咧，就有一个副作用出来啊，就是我有半年生理期无来，因为伊糖类对查某人来讲其实足重要的。你若是无食糖类，你的身体有一寡营养无够，伊就会降低你一寡身体的压力。你若是要采用这个加糖食食吼，一般来讲，咱就会甲咱食落去腹肚实在啊，啊，佮食物件的顺序有一寡关系，啊，咱就会照这个步来。比如讲吼，第一个就是你食时的分量爱改做平常时的7成，第二就是你若是要食凉的啊，你迄糖分就爱降较低。你就要做台南人。台南人拢袂使用加糖食食。不要瞎掰好吗？啊，第三个就是你白饭爱上尾啊才食，同一顿内底啊，你的菜内底已经有番薯啊、马铃薯啊，还是讲菜头这的菜色，你的白饭就爱减较少，因为这的菜色拢是含迄落淀粉的。第五个就是吼，你爱较食啉一寡白茶，你若是惊你啉白茶会伤正无味，你使加一寡柠檬啊，还是加一寡果汁，互你的白水较好啉一寡。啊，第六个就是吼，你一顿内底啊，你爱先食菜，搁来食鱼肉卵，上尾啊才食淀粉，白饭啦、面啦、食的番薯啦、食的，啊，搁来爱注意，你若是有腋车酸，还是讲你有肌少症的人吼，你就爱改做是先食蛋白质，啊，才食菜色，才食淀粉安尼。加糖食食这个减肥的方法吼，无咧限定讲你啥物年岁人开当安尼。你也要用这个方法，像讲吼，有糖尿病啊，啊无就是高血压啊，想要减肥的人吼，拢会当甲3顿调整做加糖食食的方法。毋过吼，你若是当做咧长大人的少年人，伊可能较爱食肉，你得当甲肉的量吼，都甲提悬。你的菜色啊、淀粉类的物件，你嘛是按照伊的迄比例来去调整。过来吼，咱要来介绍就是最出名的生酮食食，你的食食量吼会变做你大大去降低你的含水碳素，啊，你内底你迄个脂肪的比例会提好足悬的安尼，所以你的身体内底的葡萄糖就会慢慢啊降低，所以伊就会开始分解你的脂肪去
去产生能源。这时阵呢，你的身躯就会产生一寡叫做动体物件。唔知会讲吼，即一款以脂肪为主的食食叫做生酮食食。所以咱一般吼咧建议讲吼，生酮食食，伊含水碳素比例吼，敢若占5%，蛋白质20%到25%，脂肪吼伫一顿内底是主要的热量的来源，占70%左右。啊，你若要采取这款食食的方法的时阵吼，尽量唔通一日啊，甲迄个脂肪的比例吼调到足悬。用这款食食方法吼，你要经理脂肪的来源的时阵吼，你迄含油类的物件吼，你爱经品质较好的。比如讲，你着爱去食迄个果子的脂肪，啊无是青的肉的脂肪，啊无菜色的脂肪，啊无搁有卵的脂肪，安尼才会当去符合这款减肥方法来食食。啊，毋过吼，讲到这生酮食食，其实伊是有一寡风险的，亲像伊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的疾病、消化不良，还是讲你的酮酸中毒这款的。酮酸中毒。啊，过来就是吼，亲像你若是有代谢问题的人，还是讲你是有在做无氧运动，在增加经脉的人，像你，啊，过来就是有心的人，啊，搁有即个当大人的囡仔，恁拢无适合这个方法。所以你若是要用这个方法减肥，你就是爱先评估家己的状况安尼。好，咱今日讲到这个方法哦，这3种方法哦，其实拢是网友试过，医生捌介绍过。啊，这个方法吼，拢是用着咱身躯代谢的机制啊，比如讲改变咱所食的物件啦，还是食物件的时间啦，互咱身体吼会当加代谢一寡热量。其实吼，我试过遮侪方法吼，我感觉有一个简单的原则是大家会使去想的，就是你爱去食食物的原型，因为物件愈加工，伊的热量就愈悬。大家只要照这个原理去食，其实吼，若是无减肥，你身体至少嘛会变较健康。是，大家爱听神拜的话，后回这时间就会想法，第一集念到，拜拜。拜拜。